要让世界看到咱台湾昨的这个羽毛球男子双打摕到金牌以外，伫咧巴黎的文化奥运台湾馆金曲歌王谢朋友，原来伫咧现场带动民众做伙来唱台湾歌。谢朋友表示讲，为着要请外国朋友听台语歌，伫咧编曲时阵有加入真济后壁的元素入来，互因听到感觉讲是真趣味的。 金曲歌王谢朋友含面包车甲团8月初时，带文化奥运台湾馆的民众做伙唱国旗歌，庆祝台湾羽毛球双打摕金牌。伫咧现场，谢朋友除了演唱家己创作的歌，嘛唱真济台湾民谣。 谢朋友表示，为着要吸引外国朋友来听台语歌，音乐旋律都有特别改编过。利用他们熟悉的节奏，来吸引他们听台语歌。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有趣是，这个音乐形态他们都熟，但一唱台语，它好像变成另外一首歌一样。除了台语歌，台湾馆伫等书风化主题内底，原来有无工作军元素音乐，像阿美族的 DJ 如年，就选过英男唱的老人饮酒歌来开场。 如年分享讲，伊的名伫因的生活内底是创造大地的女神。伊希望透过电影混合原住民音乐，用这款创新的方式来让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 我就觉得说，我做这个音乐其实就有点像是我的名字一样，我把我们的传统音乐孕孵成一个很新的方式去呈现我们传统音乐的文化。那听音乐表演团队伫现场嘛带动民众做伙跳舞，为着要呈现台湾独有的特色，咱的文化国家队逐工拢有无同款的精彩表现。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